嗨，各位好，今日講八字。問事者問，係咪因為佢子午衝，所以導致佢婚姻同埋財運變差，一路以嚟都好衰？佢已經跟咗幾位師傅學八字啦，但係依然都係分唔清自己用神係乜嘢。你算命手法幾得意，不過有少少混亂。你跟你師傅學八字嗰陣時，你冇問你師傅你命盤係點樣咩？點解唔問佢哋？佢哋冇答你，定係佢哋答完你之後你聽唔明啊？你跟咗3位師傅學八字，學咗太多啦，學得多唔係一件好事，因為太複雜，用起上嚟唔知用邊套好。問題在於就喺呢度，因為你學得太多嘢啦，唔知用乜嘢好，唔知用邊套算命，太亂啦，太複雜啦。我哋一齊研究佢八字。男有主申金、丁干、戊土、辛、庚金、辛金、剋、甲午。地支午未合，戌土、亥、子亥水。你個八字本命盤原本就係你嘅食傷受傷，呢個係本身嘅跡象。你智慧啊，同埋你嘅食傷運啊比較差啲，呢個係你本命盤特質嚟嘅。所以你一進入咗甲午大運，都係冇乜作用，幫助你不大，只不過減輕咗少少啦。不過依然都係有問題。你最緊要係解決剋你個子亥水。你又未解決子亥水受剋，人剋食傷一部分，你啲運程都會變差，一路以嚟都會好差。就算行好運，你都會感覺唔到係好；就算遇到係好運，你都會覺得唔好，係因為你印剋食傷呢個關係。以你個八字嚟講，你會經常亂諗嘢，你會成日諗埋一啲唔好嘅嘢。就算人哋對你好啊，你都覺得對方係有企圖。呢個係你自己課題，呢個係你自己本命盤特質。就算你喺公司返工，你啲同事傾偈，你都會覺得對方講你壞話。所以你個八字印剋食傷係有呢個跡象，特別容易諗太多嘢。用神呢樣嘢啊，其實係唔固定噶。好似以你八字嚟講，你需要行申金啦，地支行申金，咁為土生金，金生水，咁啊可以解決印剋食傷呢部分。你最開心嘅大運就係上2個大運，你比較開心啲。依家進入咗甲午大運，冇乜幫助，仲要加上破財添。以你本命盤嚟講，你用神係申金同埋丑土，仲有卯木，呢3個對你 OK 噶，你個人會開心啲。雖然財運依然咁差，但係冇所謂，你個人會開心啲，好運自然會嚟。最好用神就係申金啦，同埋丑土呢2個。呢2個字係最好，卯木就普通啦。雖然個財運唔見咗，但起碼你個人會開心啲咯。你本命盤係無子午衝呢樣嘢，同埋呢個大運都係無子午衝。你子水同埋亥水已經俾戌土剋死咗啦，所以唔關子午衝事，係因為你食傷受損。八字用神呢樣嘢係唔固定嘅，佢跟住大運流年轉變，唔係永遠固定，所以好多人都撈亂，搞到亂晒。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